警方进行10天的专案行动，要抓违法的行为。这届有抓到49个人，查扣上千万，其中有嫌犯利用假投资诈骗。警方初步估计有200人去哄骗，而且还有嫌犯找不良业者，私底下替业者伫咧挖钱，对这内面抽一寡利头，一年过手的金额就有大票5亿赫济。 警察甲门弄开，叫嫌犯拍咧涂骹，对伊徛家超出大量现金。下点钱机来点，脑袋票、搁港票，加现场的销行钱，差不多就要9000万。靠手铐互人上班，伊就是34岁细林的主嫌，组一个地下换汇集团，讲这手了汇比银行搁较犹太，私底下替美酒公司专门咧做两花汇款，搁找物流公司来甲斗暗号。以某汇兑公司名义那透过物流公司这种代收代付多笔且复杂的交易记录这种特性来掩护它的地下通汇的金流。刚好物流公司负责代收代付，逐条交易完成，就当抽一拍。警方查到不法集团当年过手的款项，就超过大票5亿。除了有人咧违法换汇，另外还有抓到假投资诈骗。 入去到徛家所在，抓到这姓王的查甫人，警方发现伊的身家讲伊是咧做出版的，开说明会招学员来做股东，逐个月会当领1%的股利，过来就骗民众爱投资公司所出的加密货币。代志别康就比无人，等下风声过，就搁再开新公司继续骗人。警方暗算有超过200人受害，违法得利超过2000万。 我们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扫荡黑道帮派以及尤其诈骗案件，跟去年同期来比较，有大幅的一个成长，打诈的能量都继续在发挥。过来诈骗猖狂，各种犯罪一再出现，警方嘛拍拼咧查，10天的专案清扫就抓到49人，查扣不法现金2500万。不过除了尾仔掠宝，要安怎伫民众受害进前，就加先查落来，跨部会议员搁要受办法。记者综合报道。